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7日，箴言12章20到30安尼讲：好人要得到耶和华的恩惠，识规家的人，伊要定伊的罪。人袂为对歹来建立，义人的根本永袂摇动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所行公义，来得到你的恩惠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圣洁公义的上帝，你是慈悲怜悯的天父。你伫宇宙中显出你的权能，你伫世界中彰显你的荣光，你伫人类中施落你的疼痛。主啊，阮要来学习你的伟大，也要保养你的好名声，因为你将丰盛的恩典临到阮。主啊，你爱阮所行的，就是行公义、好人民、存谦卑的心，甲你相同行。主啊，阮也要遵从你的话甲旨意来行，因为行好的人要得到你的恩惠，识规家的人，你要定伊的罪。人袂为对歹来建立，义人的根本永袂摇动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